来挑战用3000多的小铁球直接一鼓作气穿透以下3个果冻。好家伙，看能不能挑战成功嘞！这回就一起跟随我的视野，见见琪琪揭晓答案吧。咦，还冒烟了，这恰恰说明温度的确是很高啊！嘿嘿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来，坚持到底啊！最后的冠军只会属于那个坚持不懈的人。哎呀，冒着烟越来越大了，咦，居然掉下去了！哎呀，好家伙，第一个果冻穿透掉了。来，再加另外一个铁球。哎呀，又掉下去了。来，再换第3个铁球，这回非要达到目的不可。来，坚持到底。好家伙，又冒烟嘛，嘿嘿，估计马上就可以穿透了。好，大功告成。